镜头当来看国内，为着要让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会当顺利审查，行政长杜永泰加立法院长韩国瑜，搁朝野党团，今仔是做伙接到，讲是要讲和解。不过国民党加民众党时拢表示，到当时无听到任何具体方案，等于这协商是破局。 对大家问话无回应，行政院长杜永泰无讲话离开现场。失败吗？气氛还可以吗？气氛是好的是吗？媒体问这个参会气氛，立法院长韩国瑜敢若比解赞回应，为了化解总有算无同的意见。行政院立法朝野党团在中昼食和解饭，食饭的时间大约对中昼12点开始，敢若食差不多7点外钟就结束了。蛮令人遗憾的到目前为止。 没有听到什么具体的方案。那接下来，我觉得在行政立法之间，事情该怎么解决，我们就怎么解决。我没有看到行政院所带来的任何的方案再次回到这个当时三个会期所有每一次的协商的一个过程，等于重新再来。我们非常的遗憾表示，行政院还没有学习，要好好尊重全国的民意。 国民党加民众党团拢对和解饭表示遗憾，敢若亲像破局。黄国昌更加讲，所来行政立法代志应该安怎解决就安怎解决。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讲，食饭期间气氛袂歹是好的开始。我们希望韩院长尽速召集朝协商，换局只是一个和解换局，大家找好的方向去讨论，不是今天会解决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刚刚看你。 缓慢的走进来，步态蹒跚的样子刚刚中午的朝野和解饭吃的结果，是在您的预料当中吗？我刚刚没有步履蹒跚呢，我还是非常的轻快的走进来了。这个是一个营养午餐。杜永泰强调，结果就是对好的方向开始，希望再启动新的调野协商的过程。国民党团进前提出，包含行政院应该编辑禁厝补偿。 公牛收买提悬5块，也有健保点达提升3大诉求，爱行政院审议回应，若无总有算的审查，一定搁再延后。记者综合报道。